伊要甲咱声带声带。到尾伊就袂知圣刀宝剑甲伊抬啊！上帝第4节，上帝亲手所写的话，拍灭魔鬼奸诈计。暗时君王虽然弄权分合，这是合分合不准伊侵犯，随望咱的母囝谢面谢面钱财性命。以及地位名声，拢互魔鬼抢去，上帝圣城袂灭去。来，咱来吟第4节就好。上帝亲手所写的话，要灭是来好。迄个所在是无停的吼，一拍两就随接咧第2节吼。好来，咱过一摆。上帝亲手所写的话，拍灭魔鬼奸诈计。万世君王虽然弄权分合不准伊侵犯，随望咱的母囝，下面是在心命，以及地位名声，拢互魔鬼抢去，上帝圣城袂灭去。请咱闭慢心来礼拜。恁着学罗耶和华，我的心啊，你着学罗耶和华，我一心要学罗耶和华，我也我的时阵要唱歌学罗我的上帝。咱来唱歌学罗上帝，圣诗第67首，我心学罗上帝。啊，会将车起立，咱来吟全首。
由安徛咧来公读新的界面，新的界面咧信息头前有吼，来请咱来公读。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，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，第二个也三亲像，是个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界面互你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咱来交读启示文第12篇。启示文记载伫信息后壁，后壁吼，咱教会的信息是第18面吼。启示文第12篇，我来客，请兄弟姊妹来译。上帝是阮躲闪的所在甲快乐，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衬。所以地虽然变迁，山虽然摇动到海中，其中的水虽然哗哗好野涌，山虽然因为海中摇拽，阮也无惊。有一条河，伊会开车，互上帝的城欢喜。就是至高的所徛起神的所在。上帝伫迄中间，城的确袂摇动。天不光，上帝要帮衬伊。一帮哗哗好，日国摇动，上帝出伊的声，对就逍遥。万军的摇花甲阮伫地。来呀，来看摇花的所在。我已互地爬远到怎样？伊互高箭线到伫地极，伊压一经，斩断枪，将战车烧伫火中。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。我要伫联邦中做官大，受尊做大。万国的摇花甲阮伫地。雅各的上帝做阮的关台。好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主，是阮疼痛的天父上帝，我很感谢你，感谢你一礼拜来的看顾甲保守，互我会当伫这寒冷的天气来到圣殿敬拜你。感谢你拢时时看顾我，引带我，互我无论伫什么所在，伫什么款的环境，拢通得主你的保守，安然经过每一天。下礼拜就是阮旧日的过年，伫过年的假期，有真侪的兄弟姊妹要倒转故乡，甲亲人三角围炉，求你保守因旅途的平安。通过甲亲人团圆中，少年珍惜你所为阮想述的家庭，彼此更加疼惜。也有因为种种的原因，无法度甲亲人团圆，求你施恩安慰因，互因时时刻刻拢得到你的看顾。伫吉庆欢喜的气氛中，阮的确知社会中有真侪的丧乡人、弱势，需要阮的关怀。求你修饰阮怜悯甲谦卑的心，来关怀社会上需要关怀的，对阮的生长活出主耶稣慈悲的款式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用圣经来引带阮的性命，互阮会当行伫你的恩典的道路。伫新的一年，我们重新立志来面对未来，求你互阮会明白你的旨意，愿意掠虔诚信实来回应你。伫你的手术的日，有新的生活，愿要亲像新酒摆伫新批量，会看见对你所来的新意象，有水的新作为。
阮伫天父阿爸爸上帝，阮的主啊，求你赐福，互今仔日的敬拜，安静阮的心，开阮的心门，恩典满满伫黄牧师的心上，互黄牧师成做你的出口，用你的道来教导阮，互阮更加了解你的旨意。阮愿意专心仰望主，一切荣耀甲恶乐拢归互你。愿安尼祈祷、恳求甲感谢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门。恶乐，咱要请诗班来献诗吼。诗班所要写的诗歌是有你陪伴，有你陪伴。
我的石盘，你是我的拯救，你是我的关台，我无摇喘。你信心伴我心无惊吓。有你陪伴，我的性命无孤单。有主的陪伴，咱的性命袂孤单。咱来三角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历代志上第14章第8节到第17节，历代志上第14章第8节到第17节。咱就背后壁面嘛有登录，我来念，请大家来看。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受抹油，做以色列全国的王，非利士人就拢上来找大卫。大卫听见就出去逮敌伊。非利士人来排列伫利凡因的山谷。大卫问上帝讲：我着就去攻击非利士人吗？你要将因交伫我的手吗？耶和华讲：着上去，因为我要将因交伫你的手。因上来巴利比拉心，大卫伫遐拍因。大卫讲：上帝用我的手冲散我的对敌，亲像水冲散一样。因为安尼叫迄所在做巴利比拉心。非利士人放下因的上帝伫遐。大卫命人用火烧伊。第13节，非利士人搁排列伫山谷，大卫搁问上帝，上帝甲伊讲：毋通上去对你，着闪对边，伫酸在树的对面来攻击因。你听见酸在树尾有骹步的声，着出去交战，因为上帝做你的头前出去。要拍非利士人，大卫着遵坦上帝所吩咐，因拍非利士人的军队，对基边到基色。大卫的名声就播扬达所在，耶和华和列国拢惊伊。愿上帝赐福互听伊的话的人。咱要讲道要请牧师，伊今日要讲道的题目是。面对性命的侵略者，面对生命的侵略者，请牧师。兄弟姊妹平安，感谢主会当倒转来咱建成教会，特别多谢咱的牧师甲林牧师的邀请，会当转来甲咱做伙来团结甲组织。兄弟姊妹，你毋知毋知？这段时间对咱台湾人来讲，是一个注重团圆的时间。因为后礼拜要过年啊，是一个团圆的时间。毋过其实，咱常常爱注意，咱是毋是有甲人有真好的团圆。当咱甲人有真好的团圆的时阵，这个团圆带来快乐会临到咱的身上。其实，一个信耶稣的人，嘛爱注重常常甲上帝有团圆的关系。今年是注重甲上帝团圆非常重要的时节，求上帝帮助咱。每一摆来到礼拜堂遐聚会的时阵，毋若是咧参加一个例行性的宗教礼仪尔，事实上每一摆组织就是要宣告讲主啊，我要甲你团圆。每一摆聚会就是甲主团圆的时间，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每一个兄弟，今日早起来到这个所在，毋是参加一个聚会尔，是要甲主讲主啊，今仔日我要甲你三甲来团圆，互我通过甲你团圆，通得到主你互我福气甲稳定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主，阮对心底感谢学罗你。主，阮深知你以外每一个你的宝贝仔囝甲查某囝，会当甲你有真好的团圆。多谢你为着阮备办这个主的圣礼，互阮伫今仔早起这个主的圣礼内底，会当甲你来团圆。亲爱主，帮助阮通过甲你团圆，会当互阮会当对孤单、惊吓、不安的这个陷阱中间，被主你救导出来。亲爱的主，阮深知伫阮的人生路站顶头，有真侪时阵，阮伫孤单、伫不安、伫扰乱、伫动荡的过程中间，帮助阮通过甲你团圆，互这个无好的感觉，爱对阮的生命完全离开甲出去。亲爱的主，求你帮助阮见证教会正兄弟，协助阮这个时阵有伫这种境况内底的人，主求你就甲伊来团圆，互伊通过你的帮助，会当真正脱离孤单。
惊吓、不安、扰乱的搅扰，帮助阮的兄弟会当享受甲你团圆带来稳定甲福气。主，多谢你今仔早起，即个主的圣礼中间，互阮有机会来敬拜你，有机会来祈祷你，也有机会来领受你的教导，帮助阮的心对你全然来拍开，互阮的心若像一棵火柴共款，当你话进入阮的生命内底，要伫阮的生命发生果效。帮助阮的兄弟通过领受你的话，毋若知影你的意思，也互阮知影伫人生下半世人，要来对准耶稣基督，回应你对阮的呼召，互阮下半世人会当比顶半世人更较精彩、甲美好。主，阮感谢学罗你，现在主圣灵充满伫阮的中间。当即阵开始来领受主的教导咯，求你教阮做伙，互今仔早起无论是听人讲的人，拢通过圣经的帮助，会当得到真侪鼓励、安慰甲扶持。阮感谢你，学罗你，阮安尼感恩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今仔黄牧师要用一段经文，就是《历代志上》14章的第8节甲17节，甲咱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面对性命的侵略者。面对性命的侵略者，兄弟姊妹，你毋知注意到世界即个疫情的即个消息无？到目前为止，听讲吼已经造成34600万人得即个疫情，有将近560万人伫即个疫情中间损尽的性命。兄弟姊妹，你毋知影毋知？即个疫情吼，对2年前来时拢无先通知呢，拢无先来一个，无先敲一个电话，话来就来呢。即种无情的即个侵略者来到即个世界时阵，伊无分是进步国家还是落后国家，伊嘛无分寒的所在甲热的所在，伊嘛无分讲拜拜啊信耶稣呢。一来吼通吃啦，来到即个世界时，对应该讲对中国吼，对中国，然后咧到世界每一个所在，伊到的所在拢带来真大的悲惨。我拄讲过，有3亿外人着即个症头。有560万人死伫伊的即个手下，兄弟姊妹，面对每一个疫情吼，每一个侵略者吼，咱拢需要去抵挡。咱若无去抵挡的时阵，一定叫侵略者凌迟甲糟蹋。兄弟姊妹，毋知即个时阵，你的生命中间有啥物侵略者无？有可能侵略者毋是病毒，有可能侵略者是咱的关系，有可能是咱的甲翁某的关系，甲爸囝的关系。有可能你的侵略者实在是财务的问题，有可能是身躯病痛的问题。兄弟姊妹，当这个侵略者临到咱中间的时阵，咱袂当吼出在伊啦，一定要起来抵挡。当咱有抵挡的时阵，就有机会咱赢过伊。兄弟姊妹，虽然有抵挡，但是毋是逐摆拢会赢过伊。有真侪人面对侵略者的时阵抵挡，但是咧付出真侪代价，但是效果无一定真好。哪像咱即摆世界即个疫情共款？敢无人抵挡？有啊，抵挡帮抵挡，但是效果无一定照预期想象这么好。兄弟姊妹，咱知代表这个人一生吼有真侪侵略者呢，代表有真侪侵略者。今仔所看这段经文，就是当代表正对全以色列国家的国王的时阵，伊就拄到一个大的侵略者。圣经记载讲代表正对以色列王国的国王的时阵，非利士人就来甲伊挑衅。歹势，台语要安怎讲？挑衅，喵，甲伊喵，讲代表安怎做安怎欺人，这代表最王的心可能就要被坐烧咧。这个非利士人就安怎来甲伊欺人，要甲伊糟蹋，要甲伊攻打。兄弟姊妹，有真个时阵吼，敌人来时拢无去通知，伊话要来就要来，安尼叫做侵略者。兄弟姊妹。代表面对一切王位的第一侵略者非利士人，兄弟姊妹，我来用侵略者来做题目的，因为非利士人有一个意思叫做侵略者。非利士人有一个意思叫侵略者，这个侵略者来到大卫的身躯边，伊要创造，毋是要来拜访，毋是要来送礼，是要来怎？要来毁灭这个国家。兄弟姊妹，代表面对这个非利士人，这个侵略者的时阵。伊无靠势用真侪人，伊无靠势用真侪机器，伊无靠势用胆量。咱在这个战争记载讲，最后代表着胜利啊！代表胜利毋是叫阿兵哥出门呢，毋是啦；代表胜利毋是用大炮出去呢，毋是呢；代表胜利毋是用出生之犊安怎
不怕虎，即讲最王啊啦，大胆，毋是呢，代表会当胜利前哦，是靠着伊甲主的关系。今仔日去吴牧师要用即段经文甲咱做分享，讲一个属神的人，若拄着即个性命侵略者的时阵，即个侵略就毋是个人的代志，就是神的代志。一个甲神有关系属灵的人，当伊面对即个侵略者的时阵，会当决定侵略者的命运甲结论。当我若甲神关系真好，即个侵略者来到我身边，我一定会胜利。毋过我神的关系若无好的时阵，即个侵略者来，虽然碎侵略者，也有可能爱你的命。遐尼是袂代表主做国王尔，即个侵略者就来到伊身边，是这场战争的中间，代表连续2摆甲对方拍败。为什么？有3个真重原因。今仔日吴牧师要甲咱做分享。我毋知你生命中有啥物侵略者，毋过不管啥物侵略者，当咱甲神有真好的关系时，咱即个就会当对付生命侵略者。咱来看大卫伫即个历代志上14章即段经文所记载，讲大卫人赢过非利士人即个侵略者有3项真重因素。第一项，大卫是一个会晓问神的人。当人会晓问神吼，人就有机会得到神的帮助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有答案，因为神足厉害，因为神知影步数，所以人问神就有机会会当赢过即个侵略者。遐尼是袂咱今仔所看经文讲啥？讲代表得到全以色列百姓正人的在拥戴。歹势，我问一摆，拥戴台语要安怎讲哈？拥戴毋是扶塔。扶塔，即个代表你着全国老百姓扶塔起来做国王啊！那照讲，全国的人，大家拢安怎？真正始终，对，安讲对无？本来就是安尼，我来扶你做国王，我当然对你始终啊。所以即个时阵，若代表真正喊一声，应该阿边个拢跟伊行，应该安尼对。这正常的人就是安尼嘛。啊，毋过圣经记载讲，当即个侵略者非利士人来时阵，代表毋是叫阿边个出门。代表大声来问上帝，伊来问上帝讲：我会当去你甲伊公道无？其实这是多此一举。人来个问，人来就要甲你拍，你个问对无？但是代表犹原来到上帝面头前，甲上帝讲：我敢毋当去你甲伊相杀？遐尼是袂？人若问上帝，上帝爱负责；人若无问上帝，上帝毋免负责。谁负责？你负责，我负责。当大卫拄着这侵略者的时阵，伊就先到上帝面头前，伊就问上帝，讲我敢毋当去你甲伊相战？遐尼是袂？大卫会当得到胜利，是因为得到相杀的方法，对倒落来，对上帝来。上帝会讲会当去你，因为我要将因交你的手头。遐尼是袂？当大卫问上帝的时阵，这个侵略者虽然非常厉害。啊，毋过咧，照常爱败伫大卫的手下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大声来问神，人若问神吼，人就出路啦。摩西是一个伟大的领袖，当伊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来到旷野要进入迦南地时阵，这个以色列百姓真正是真正背逆咧，是背逆吗？客人讲吼，硬犟，啊，毋过来定定拢袂叮当。背逆的这个民族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阵，拄着偌多艰苦的代志，所以摩西上来去山顶问上帝。那照讲摩西毋免问上帝呢？安怎讲毋免问上帝？因为摩西有能力啊！摩西伫埃及我40年读册读到博士呢，就40年伫埃及哦。伊读偌济册呢？伊的功夫我袂歹，应该袂歹；伊的知识应该袂歹，带这努力以色列百姓应该是安怎易如反掌。也毋过咧，摩西常常去山顶要创啊，问上帝啦，要安怎处理这以色列百姓？摩西常常上西奈山，为什么？有人讲空气好，留大人伫遐较好势，敢有影呢？毋是啦，摩西去山顶，毋是要吸收新鲜空气呢，是要问上帝，讲即摆即个代志要安怎解决，即个代志要安怎解决？人若会问上帝，人就找到生命问题的出路。遐尼是袂？咱的主吼真爱你问伊呢。咱的主若知影讲伊有答案，你不爱问伊伊会足受气。真啊假？真的哦。你看巴哈王，毋是巴哈，是叫巴哈。阿哈
讲巴哈变做音乐家去。这个亚哈王哦，因囝叫亚哈谢啦。亚哈谢最王的时候破病，伊就找人去问啥？问迄个先知叫做巴利啦，问迄个巴利的先知啦，问神啦，讲叫问迄个神，讲我这个镜头会好啊，袂好啊呢？结果迄个人去问的时候，去拄着啥？拄着伊利亚。伊利亚甲迄个人讲咱以色列国家敢无会当问的对象？迄个人去问巴利呢，伊讲咱以色列内底敢无袂当问的人，袂当问的神吗？然后伊利亚就甲迄个人讲，等于甲伊讲你无法度落你面床，你无法度落你去你，别安讲，你知迄个意思无？你去你这个面床，你袂当阁落来。伊讲哦，你无救啊啦！上帝知影，这个人应该问我，伊不爱问我，上帝会安怎会生气啊？遐尼姊妹，伫迄个以赛亚45章11节，上帝安尼讲，通过以赛亚甲以色列百姓讲啥？讲你若有问题爱问我，毋若问我尔，嘛会当吩咐我做代志。以赛亚45章11节，讲你若有问题会当问我，而且上帝百姓会当要求我、命令我做代志。遐尼姊妹，咱的主真爱恁问伊，因为伊有足地你爱的答案。一个士大人有真侪囡仔问题答案，当囡仔若不爱问你，你会安怎哈？会无？真诶呢，会安尼艰苦呢？啊，这个问题我就知影答案啊！你不爱问我，我伫你边仔徛久，你不爱甲我问。咱的主嘛共款，代表为什么当胜利？因为代表安怎？会晓伫即个四命亲王者面头前，伊大声来问上帝。遐尼姊妹，人若问上帝，就爱上帝负责，爱上帝出骹手。我记得旧年吼，毋是旧年啊，6旧年啊，旧年阮后生结婚。毋过伊伫差2、3年前时哦，伊要甲阮即个新妇开始交往的时阵吼，伊就甲我讲，甲阮太太讲吼，爸妈，我想要甲即个人交往会使袂使？啊，算袂歹，伊有去问安尼，要甲即个交往啊，我就讲多一个啦，啊，就迄个啊，姓林迄个啊，哦，迄个。我甲伊讲吼，若会使吼，莫选伊，安怎莫选伊？因为即个人吼，因兜无信耶稣，啊，我做牧师呢，啊，因兜无信耶稣，安尼吼较无好啦。这第一项，我安尼讲会使啦吼，因为我做牧师嘛，啊，阮后生去找一个吼，因兜拢毋是信耶稣的，哦，拢拜拜，我挡袂掉，我来讲安尼较无好。第二项，迄个比你大3岁呢，啊，迄阵你才20岁尔呢，啊，伊23呢。虽然咱知影无大志啊喏，金交椅啊，毋过是甲人祝福无要紧啊，阮囝卖好啦。因为阮囝甲大学呢嘛，要读大学就要交往一个是社会工作的青年人啊。我来讲吼，若会使吼，较办一个，因为恁太太正常来讲，即摆是高中生尔咧。啊，这个已经出业啊，我就甲伊讲，若会使吼，你就吼选别人啦。但是我甲伊讲你祈祷，你问上帝，上帝若讲会使吼，爸无会讲。因为咱做牧师的人，就是爱叫伊问上帝啊。我就讲你祈祷问上帝，啊牧师若甲伊安尼讲啊，讲你祈祷问上帝，阮毋望哦，上帝会当替阮讲话，甲伊讲毋好，因为吼，即个无信耶稣的，虽然即个少年人吼足热心第一代。足好的一个查某囡仔，啊，毋过因兜无信耶稣啊。我是毋望讲哦，若是祈祷读圣经时，上帝感动伊讲啊对啊，爸讲的对。结果咧，过无偌久年来甲阮讲，伊真平安呢，讲伊真平安啊。讲上帝无讲袂使呢，安尼。毋过上帝嘛有讲会使呢。伊讲上帝无讲袂使，伊心中真平安。我安尼好，你若感觉平安，就安定着落去。遐尼死命。当人若真正追求上帝、问上帝时，咱的代志上帝一定爱甲咱摆平。遐尼死命，我娶的这个新妇真好呢。
我毋捌甲因亲家亲母吼交往过，因毋捌交往过啊。因第一个嘛毋捌交往。当我甲即个亲家亲母交往，我感觉即个亲家亲母足好，真对囡仔的信用安怎足自由啦，袂甲伊动东动西。而且即个亲家亲母足开放。本来我是足紧张的呢，因为咱问上帝，上帝来摆平一切的事情。遐尼姊妹，真正问上帝的意思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甲我心内无答案。我毋知要安怎做。其实吼，非利士人即个亲戚来找大卫，其实大卫咱毋知要安怎做，就是带兵战争嘛，咱毋知要安怎做。毋过要安怎大，要安怎战，毋知影。所以大卫来问上帝。遐尼姊妹，大卫会当胜利，毋是靠咱，靠别个呼呼探探呢，毋靠胆量，毋是靠武器，是靠第一人会当大声来问上帝。我的答案伫上帝手头，我来问上帝，我就得到真正答案。遐尼姊妹，咱生命中有真侪侵略者甲问题，要处理这问题侵略者，可能你有方法，毋过上好伫上帝手中。除非问上帝，啊若无，咱无可能得到上介好的答案。这第一点。第二咧，大卫为什么当面对生命侵略者？伊是真正倚靠神的人。圣经记载讲，当大卫甲非利士人相杀时阵，非利士人就败伫大卫的手下，然后非利士人就甲因的神，拢等伫迄个战场顶头。伫即个第13节来讲非利士人甲因的神等伫迄个所在，然后咧，大卫就吩咐人甲这神安怎，拢收了了。什么意思？大卫伊相信，敢若神是我会当倚靠的，烧掉别个神就表示在我无要倚靠迄个上帝以外的神。虽然有真侪神，毋过即个是我倚靠的，别神我袂倚靠。伊才有真侪以色列国王吼，甲人相杀去，拢甲对方的神摕转来呢。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有真侪别国的神，为什么别国的神？因为去别个所在，甲神请转来。所以以色列内底有真侪神呢？为什么真侪神？因拢请转来神嘛。大卫为什么会当杀赢这个生命中间的侵略者？因为伊是专心倚靠神。这个烧别个神的心胸是表示梁事，讲我拒绝倚靠上帝以外神，我甲人倚靠一个人。兄弟姊妹，主值得咱倚靠，主一定值得你真正倚靠，毋是一手一神，两手两神，是两手一神，迄个神叫做上帝。为什么大卫会当胜利？因为大卫真正倚靠这个神。伫撒母耳上卷17章。当大卫第一摆上战场战争的时阵，对方是歌利亚。大卫徛伫歌利亚面头前，歌利亚看这个少年家安怎，喙手拢还未生出来，就该喜人糟蹋。大卫安怎讲？讲你来攻击我，靠刀甲枪；我来攻击你，是倚靠你所礼命以色列的大君王上帝。一个是毋捌烧台，规工甲羊仔做伙佚佗黄国鸡。甲羊仔黄国鸡的这个少年囡仔，一个是身经百战的歌利亚呢，两个对枪，大家拢知影，真紧就结束。这个大卫一定会倒去，不过迄个战争有影足紧结束，也毋过咧，迄个倚靠上帝大卫瞬间甲对方打败。为什么？有人讲初生之犊不怕虎，毋是啦。有人讲因对方运气歹啦，毋是啦，是安怎？是大卫咧战争以前，伊真心倚靠上帝。我倚靠你所礼命带领以色列变成军队的大元帅啦。一个无战争的人，拄着一个足够小台敌人的时阵，当人倚靠着对象，对方就要失败伫开。遐尼姊妹，大卫哪会胜利？因为大卫是真正用烧别个神来表示我要真正倚靠这个神。当我若真正倚靠这个神，我就有机会得到胜利。上帝真注意你有倚靠伊无？上帝真愿意吼一手一神安尼倚靠伊。当上帝甲基甸讲某人啊，你要招以色列百姓出来攻打迄个米甸人，
即个基甸讲好啊，来出来找人啊，有啊，有找着人哦，有，拢总找32000人对。32000找着时，伊可能是讲好啊，即声有人啊，要来烧台啊，代表即个基甸要烧台时，上帝来讲袂使，甲即个人带去怎？带去啉水对。啉一个水尔，最后剩300个人，为什么？遐人敢无爱烧台？袂遐要烧台啊！毋过代表爱基甸做一项事，伫即个战争中间，你袂当靠势人济，你爱靠势我靠我。上帝通过筛选对32000变做300个人，你甲基甸讲一项事，我真知你有我靠我。你若无我靠我吼，即场战争我袂负责。但你若我靠我，即场战争我负责。基甸哪会当打败对方？因为伊真然我靠神。咱的神真注意你有我靠伊无？我咧讲，你毋知当了解无？真诶呢，咱嘛咱的囡仔喏，会当较活咱，敢毋是安尼？伊若我隔壁的，我楼顶楼骹的，拢袂活你安怎？你会安尼？敢袂安尼？我毋知你会，若我会安尼，我会对胸坎，我会当互你挖靠，你袂挖靠我。遐是袂犹太人甲以色列人即个国家，为什么遭受足侪悲惨的代志？因为因常常无真正挖靠上帝，所以以色列国足紧就灭国，犹太国最后灭国，哪会灭国？因为袂挖靠上帝，种好你袂挖靠，我就互你家己负责。遐是袂代表会当胜利，是因为伊真正用烧非利士人单为神，甲伊烧掉，表示要真正挖靠神。遐是袂伫即个圣经吼，诗篇118篇，内底有一段经文吼，可能两真熟，就是诗篇118篇的第8节甲第9节。我读互咱听吼，诗篇118篇第8节甲第9节讲：我靠耶和华赢过我靠人，我靠耶和华赢过我靠王主。伫英文版的圣经安尼解说，讲规本圣经的上中心点是诗篇118篇，诗篇118篇。英文版的圣经有个版本讲，即个圣经上界中即个章节是诗篇118篇。诗篇118篇的头前拢总594篇，尾后594篇。伊讲规本的圣经拢1188篇，88章啦。啊，即个诗篇118篇，就是拄啊伫页伫中。安尼讲有理哦。你有发觉这诗篇118篇的头前117篇哦，敢若2节。啊，119篇175节，安尼对哦。少中侪安尼拄好。117上少2节尔，119拢用175节。啊，页伫中的118篇，拄伫中安拄好。英文版圣经讲啥？讲118篇就是规个圣经的中心点，啊，然后第8节、第9节就是中心点的中心点。啊，这个重点啥物件？就是我靠耶和华赢过我靠人，我靠耶和华赢过我靠王主。规本圣经就哪像咧甲咱讲，最主要就是要我靠神了。这本圣经咧甲咱解说，就是爱咱会当真正我靠伊。写甲遮尔济要创啊！就是要甲你讲，就爱我靠伊啦，安尼。我咧讲，你毋知会当接受无？规本圣经是咱甲提起，咱的神会当我靠，你着我靠伊，才有机会面对生命无共款的问题。很区别。我靠伊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有气力，但我的气力袂当抵挡，我的靠伊才我得抵挡，安尼叫做我靠。代表会当拍赢生命的侵略者。第一，伊是真正问神；第二咧，伊真正倚靠神；第三咧，伊真正顺服神。当代表来到上帝面头前问上帝：“我会当去你无？”上帝讲：“会使去你，伊就去。”伊无甲上帝讲：“上帝啊，还袂传好咧，歹势。”你甲我讲会当去你，我讲会当去你，代表就去。然后拍赢了第二摆哦，非利士人过来啊。伫即个第13节讲，非利士人搁排列伫
山谷迄个所在，然后代表啊，搁问上帝，兄弟姊妹，咱小想看卖好。即个对象是旧年来的，伫同一个所在，叫我拍甲2、6啊，啊，今仔搁来，你安怎处理？照我应该是用旧步数，用旧方法，因为相像的对敌、相像的所在，有真侪人就是叫做如法咯，炮制啊，就即个共款的，共款步数啊，对无？代表当即个菲利士人第2摆来的时阵，伊来到上帝面头前，甲上帝讲：我敢毋当直接去你甲因相杀？上帝讲啥？袂使，然后因后头来。我咧想吼，当时代表边仔遐将军一定讲：王啊，点解才拍败伊尔？毋免搁去后头啦，正面攻击，互伊哩啦啦水落花流水。点解嘛落花流水？即摆嘛互落花流水。点解咱正面起嚟甲讲甲当作西瓜？即摆嘛照常起嚟甲拍甲当作西瓜。代表下骹的人一定有人讲，因为代表下骹的人拢枭雄嘛，枭雄了，拢是小台啊。所以可能甲代表讲，代表就毋免问啊嘛，即就去哩啊。代表讲爱问了先，上帝讲哦，毋好直接去哩，为边仔去。即个将军一定讲毋好安尼啦，闹气啦，当面去毋知搞。对，代表咱讲，既然上帝讲话，我就顺。兄弟姊妹，代表咱胜利，毋是靠这第1摆成功的经验呢。代表咱胜利是因为一直用顺服来回应这个神。人若顺服神，神就要负责；人若无顺服神吼，家己负责。上帝咧超侪会当顺服的器皿，一个17、18岁查某囡仔玛利亚，无啥物功劳，无啥物学历，无啥物背景，毋过正对生耶稣的老母，为什么？因为玛利亚有种特色叫顺服嘛。虽然17岁、18岁尔，毋过伊有一个顺服的心情，所以上帝使用这个人来生出救主耶稣。一个规面拢掠无去彼得，因为这个彼得有一个顺服的心情。当耶稣甲伊讲，甲船开到最深的所在，伊就甲船开到最深的所在，然后。耶稣甲伊讲，甲网啊拍落水底，即个彼得就拍落水底。兄弟姊妹，你知迄天已经工作结束，迄天下班啊呢？人半暝就去掠遐，掠到透早拢收好啊。迄天的结束，迄天已经下班啊。上帝甲耶稣甲伊讲，甲船开到最深的所在，继续上班。即个彼得甲耶稣讲。阮通暝掠无鱼，毋过因你的话，我著拍网掠鱼。拄啊见笑闹气，拢掠无鱼啊！因为即个时阵顺服，瞬间恢复光彩。兄弟姊妹，但即个彼得咱掠着鱼啊，因为彼得顺服，早起迄个所在早敢无去过啊。毋过咧，当彼得顺服耶稣时，耶稣就领内底命令所有鱼啊，拢甲我收迄边，收迄边。因为有一个顺服人要甲网啊拍落去啊。上帝是一个耶稣一个创造的神，伊就叫所有鱼啊拢甲我收过。为什么收过？因为有一个顺服人的网啊要落去啊。兄弟姊妹，彼得哪会当掠着鱼啊？彼得毋是伊足够掠鱼啊，因为早起拢掠无鱼啊，哪会当瞬间掠着鱼啊？因为彼得有一个顺服，人若顺服，人就毋免负责任啦，就要主要负责任。扫罗这个国王吼，失败原因就是无顺服。那照讲，扫罗是全以色列变内底上介厉害人，因为第一轮选着嘛，第一轮选着的王当然是上介厉害啊。你若看圣经，讲伊比一般以色列悬一粒头呢，伊足巧呢，足聪明呢。也毋过咧，即个足巧、足聪明、条件足好的人，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不爱顺服。最后咧，悲惨结束伊的一生。上帝选人，敢要互悲惨过一生？毋是，
是要互伊光彩过一生。为什么这个扫罗一世人这么悲惨？因为伊无顺服。兄弟姊妹，大卫会当胜利，是因为大卫有一个真正的顺服。啥物叫真正的顺服？就是我问主讲，我行动；我问主讲，我行动，安尼叫做顺服。啊，像阿母啊，甲即个查某囝讲在去搞买豆油，安尼，啊查某囝提钱去买豆油，安尼叫顺服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了，等就分着祝福我，等一下，安尼就无顺服。顺服啥物？当上帝啊出声，我就回应，安尼叫顺服。顺服啥物意思？就是我无权利决定我要安怎做啦，安尼啦。像是迄个代表那是胜利，代表胜利的原因，毋是靠说伊安怎在党，毋是靠说伊大家呼呼塔塔，毋是靠说伊安怎武器足济，毋是。伫即段经文内底，代表拄着4名中间即个侵略者非利士人，伊拍败伊，因为3个原因：第一，伊真正问神；第二，伊真正我靠神；第三，伊真正顺服神。兄弟姊妹，咱看这段经文是3000年前的故事。3000年前，上帝互大卫拄着4名侵略者出来，互伊当脱胎换骨，成个胜利的人。这个故事毋是结束，因为咱主毋望每一个面对侵略者的人，拢能得到胜利，毋是3000年前发生的代志，是今仔日又原要发生。兄弟姊妹，咱的4名中有足多非利士人呢。有的非利士人是秘伫你的婚姻的内底呢，有的非利士人是秘伫你甲囝的中间呢，有的非利士人秘伫你的身躯内底，有的非利士人是秘伫你的财务内底呢，有的非利士人伫你的心中，互你惊吓不安呢。兄弟姊妹，伫咱4名中讲有真个非利士人。不管什么非利士人，不管伊当时来，当咱用代表的方式，就是咱要安尼讲，咱一定当拍败伊。兄弟姊妹，面对非利士人，你干哪一种选择呢？就是输伊还是赢伊？要输伊无？袂无啦，袂啦，我要输伊啦，袂当输伊，因为非利士人这个侵略者是要互咱4名受亏损、破损的对象，哪会当输伊？一个面对非利士人，选择就是我一定要赢伊，要哪赢？代表成功经验甲咱讲，除非甲神有关系。第一就是安怎？问神；第二咧，靠神；第三咧，听神。12尔，咱讲一摆好无？第一安怎？问神；第二。靠神，第三听神，甲边人讲这12安尼好无？来，问神，靠神，兄弟姊妹，咱的主咧听候你，要帮助咱4名中间每一个侵略者。你的命应该是得胜命，不过咱若无用代表的方式抵挡非利士人，咱的命袂当甲伊共款。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踏入新的一年的时阵。咱的兄弟拢是拢是现代的代表，会当拍败非利士人的代表。无论非利士人秘伫什么所在，拢爱对咱虎虎趋成了，拢爱甲咱拍落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爱你得胜，稳准非利士人出现，毋是要甲你凌迟，是要互你经历像代表这个胜利的滋味。所以求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正向的姊妹，互咱踏入新的一年的时阵，无论伫4名中间，伫什么时阵拄着非利士人，咱拢要安尼讲，我要成为一个胜利的得胜者。咱三角来祈祷。兄弟姊妹，我毋知你即阵是毋是有拄着侵略你4名的人，还是侵略你身躯的人？还是侵略你财务的人，还是侵略你婚姻的人。我相信伫咱4名中间，拢加减有时阵出现这侵略的对象。咱的主甲咱讲，
伊是专门负责对付咱性命侵略者的神。当咱像大卫安尼，真正挖苦这个神，就是真正甲有正常的关系时阵，咱就要抵挡每一个侵略者，甚至要拍败每一个侵略者。兄弟姊妹，你有望要得到伫侵略者面头前胜利的这个稳定的人，我请你把你的手伸出来，好无？咱想要讨面，甲上帝讲，甲上帝讨，讲上帝啊，我要得到一个胜利的滋味，我要得到胜利的果子。你若要得到这个胜利的，请你把你的手伸出来，好无？表示讲，咱要甲上帝爱物件，咱要甲上帝讨物件，把你的手伸出来。表示讲，主啊，我要得到像大卫这个胜利的稳定甲福气，请你把你的手伸出来。无论伫什么情景的下面，我拢要食到一个胜利者。你若要望食到胜利者的人，我请你把你的手伸出来。咱三角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来到你面头前，为了阮要经历像大卫相像稳定来向你恳求。主，阮知影伫3000年前，你要大卫经历伫侵略者面前胜利的结果，也要临在伫阮每一个兄弟中间。今仔早起，阮将阮的手伸你面头前，要甲你讲，主啊，我们得到像大卫这种稳定，就是胜利的稳定，帮助阮学习大卫的态度，就是会当问你，会当靠你，会当听你来领受面对侵略者这个胜利的这个结果。帮助阮每一个兄弟，互阮伫阮的人生拄着每一个侵略者，阮拢要因为你的帮助来找到胜利的人。主啊，恩待阮，互阮若像大卫共款，会当用对的方法来领受得胜的滋味甲稳定。主，感谢你，祝福阮的教会，互阮的教会找到这个世代大别，会当伫每一个坎站当中面，拢通得到真正胜利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这个教会叫做胜利的教会，这个兄弟叫做胜利兄弟。感谢主，俄罗主，阮来感恩祈祷，靠耶稣的名。阿门。你甲边人讲好无？你是现代的大别。你是现代的大别。你是现代的。感谢黄牧师的勉励，咱来用诗歌回应上帝的教示。信诗第320首，信诗第320首。上帝是咱安全要塞，上帝是咱安全要塞。会众请起立，咱来吟全首。我
咱来准备今日的奉献，请服侍，请轮到的同工来服侍，请咱用感恩的心来献给上帝。请起立，咱来唱奉献的诗歌。请坐。到啊，咱公道的时间哦，请咱先开咱周报的页面，有咱大道的事项、教会异象、新传正信道、万民该祭司。第一，咱为着咱的机体需要调用的经主、回音、王兰、丽水、雪英、甘基、灵灵、米子、丽会中、信雄、惠良、秀良、义梅、道椒、东吹、以诺，需要咧化疗的一日甲结位的爸爸，咧福建的赵明、苏金、刁明、米、千惠爸爸，咧怀孕中间的心如，拄啊好今日即礼拜咧跋倒受伤，爱手术的季牧师甲开会吼。啊，第二为咱的愿咱伫咧困境中，共款，咱会学习咱上帝的权能，相信主的信息甲恩典，要带领咱赢过风雨。第三，为着全球防疫的政策，台湾本土疫情，啊，甲各县市政府在疫情中的布局，求主护佑掌权，请咱出声来祈祷。
伫天的阿爸爸上帝啊，你是全能的上帝。当阮软弱时，你加添阮能力；当我亚先时，你加添阮气力。你是满有怜悯的上帝。受伤的罗得，你无要压制；要花的火星，你无拍死。你会体贴阮的软弱，夺去阮一切重担。阮伫遮深深恳求，伫阮中间有身躯拄着鼻疼的，有心内艰苦忧愁的，求主你的圣手亲自医治安慰，互主的疼痛围绕伫阮因的身边，享受上帝的恩典甲祝福。阮也会为着阮教会事工的推动，阮国家本土疫情的控制，啊，搁全世界防疫政策，恳求上帝掌权互佑。阮嘛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，齐声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，亲自伫天里。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，无你带阮入地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报告哈，来报告头前，咱要介绍今仔日的来宾。今日有一个头一摆来到阮教会的王伟先生，来伫咱坐咱后壁车起立，互咱大家熟悉一个王伟。哦，伊带咱敢若咱隔壁行啊尔吼，51号。哦，他才所以走了，下走。对不起，资讯锻炼呢，所以呢，刚刚本来牧师叫我是要介绍的哈，对不起，那都有参加华语堂的人再去认识他吧啊。来，我们来报告今日教会的事工哈。那有需要那个啥，后礼拜圣工团契组织，咱有诶家己在注意。咱来看咱教会消息，第一条，2021年防疫的明细已经有打咧咱的公布栏。那请咱伫2月初6以前，哦，家己去看，若有毋对的，请咱甲干事也就会家来更正。第二个，咱为了响应咱的环保，咱的互惠报告吼，时阵吼，咱要甲旧年共款，咱要用投影的方式来，吼，所以若有需要纸本的，请你去登记，若无登记就摕无纸本哦，嘿。第三，新春期间的聚会调整，变做安尼吼，第1月正月30日上午9点半。是学堂。第二，2月初1拜2上午10点有新春青社礼拜，嘛是学堂。第三，2月初2到2月初5的查经祈祷会啦、团契聚会，咱小暂停一礼拜。第四，2月初6礼拜日上午9点半嘛是学堂的礼拜，请大家注意。第四，2月20号下晡1点，本堂财务部咧举办财务动工培训，邀请咱台北中会会计软体设计景美教会杨福才长老来甲咱讲吼，所以欢迎若有对咱教会会计软体的操作有兴趣的，拢会当参加。无得个爱长老啦，有兴趣的拢会使来吼。来，第5。搁补充2点，第五点就是讲，咱教会有提供春联，互咱的会友，所以咱拄仔来时有看楼骹有看到遐有放吼，那所以咱转去时阵，你若有需要，会记得家己去领。第5就是讲，第6就是讲，咱昨就有消息嘛，因为咱的疫情愈来愈严重啊，可卫福部长有公告，今日开始，宗教团体实在袂当饮食啦。所以说，咱的爱餐吼无法度啦，你若防灾要防罚钱啦。所以咱开始今日就开始安怎暂停啦。啊，等甲卫福部讲会使食吼，咱再搁开始啦吼。所以呢，
就抱歉，咱昨嘛是有人来切菜呢，菜拢切好啊，汤嘛滚好啊，就袂使食，无法度吼，所以请大家爱原谅，哈。那团契消息吼，本来今日是咱的甲昨甲今日是咱青少年的冬令营呢，那因为嘛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因为都咧拖远啊，都袂当，都惊，咱嘛是延期吼。啊，个具体消息拄仔了有讲过吼，祭牧师讲去倒粪扫，讲跋倒啦，啊骨头有吼骨折啦，啊嘛爱手术，伊是后礼拜要手术啦。啊昨嘛佫听过讲开会啦吼，讲昨讲嘛是讲拜二时阵是吼，拜二吼，讲去接因迄个后生啦吼，泽清啊，啊骑脚踏车佫就跋倒啦吼，啊嘛是敢若已经手术好的啦吼，有用钢钉啦吼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天雨路滑，就没事。用疫情关系，没事少出门。要出门的时候就记得要穿好一点的鞋子自己注意一下，慢慢走，不要紧张啊。来，那应该没事了，我们来唱。有没有要补充报告的？没有的话，咱来唱《上营》。上营513首，上营513首，你煞再唱，大家请魔术甲咱出道。愿主赐福保护你，会将车起立，咱来。咱三个来祈祷，主求你帮助阮正兄的姊妹，会当领受到你应允的福气甲恩典，帮助阮伫阮生命历程中间，会当食到真正得胜者，互阮真正高薪大笔的学习，真正是听你、问你、靠你来得到胜利。帮助阮正兄的姊妹，互阮伫即礼拜，无论事农工商，享受阮材料、气力甲资源，互阮伫每一个场合拢食到好的采用。保守阮信徒全家大细，即礼拜要经历主来平安，也帮助阮的兄弟，即礼拜会当见证你的名，互阮即礼拜会当比顶礼拜更加精彩甲完全。祝福阮的兄弟，互阮即礼拜会当见证你、领受你的恩典。祝阮感谢你、阿罗你，愿充满救赎恩典的耶稣基督，听堂满满的上帝，站站带领的圣神，甲咱在座每一个兄弟三甲弟弟，对即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
再选，灭岛避讳。